来投资诈骗的事件真严重哦。国民党立委开公听会指出，讲最近5档的诈骗案，平均一档增加18%。去年民众的诈骗损失嘛将近70亿，比5档前加倍成。也毋过最近5档有7万的诈骗犯，红判3档以上重刑的只有355个人，无到1%。立委是批评讲，台湾已经真做是诈骗犯罪的天堂咯。一项一项讲防骗的过程，希望莫阁有民众被骗。伊是住伫台北市的假小姐，去年12月10日伫 YouTube 看到财经名人的广告投资消息，就点下骹的广告页连结，结果按照对方的指示加入群组，随后下载另外一个 App， 讲投资股票会当获利。为头到尾拢总汇钱10届，当伊想要提领获利的时阵，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。所以损失的金额达到1600多万。证券行申购股票都是一张，也不见得会抽中。我们就开他的那个信托账户，就变成说很容易就中了。开头的时候我还是蛮有警觉的，可是后面的时候就不可收拾。他就鼓吹你申购股票。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在记者会公听会表示，最近5年诈骗案平均年增率达到18%。准讲民众报案，公权力介入了后，损失会当接到转来的比例无悬。最近5年，人头小户互人犯罪使用的数量，也为2017年的28000多人，到2021年已经到58000多人。而且刑事局统计，嘛会当看到去年因为诈欺所致死的财损将近70亿，比起5年前激增72%。最近5年，7万个诈骗犯，红判3年以上重刑的，敢若355人，占全部的0.5%，互台湾煞变做一个高获利、低法则的犯罪天堂。原来的条文定的3年以上、7年以下，可是你注意看哦，3年以上判下来只有0.5%啊，这个是不是也助长犯罪？是不是要从现在的1上1年以上7年以下修正到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部分？那这边部里面会带回去进行这个演绎。有新的太阳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导到银行的人头账户的一个管制系统里面去。那目前为止呢，我们大概收集了新的太阳有30种。金管会讲，对防范诈骗，除了加强甲司法单位的合作，对人头小户，只要是和法院、检察署，也是司法警察机关通报是警示小户了后，原小户持有人就无法度搁开新的户头，伊的其他存款小户也会互人暂停。所以嘛，要求银行都要强化客户身份审查做法，落实主动关怀，通降低诈骗案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